哋第一日嚟到大金字塔送人嘅時候咧，我哋不約而同都感受到一陣間 Kathy 要做嘢咧，要幫啲同學散緊一啲能量，一啲關於佢哋自己嘅情緒啊，一啲課題嘅垃圾啊，兒童都感受即係都收到信息，係喺大金字塔嘅旁邊嚟做。上次咧係第3個金字塔，但係今次咧係第1個金字塔，所以係有唔同嘅。咁大家咧可以留意下啦，我哋一陣間咧盡量咧都會嘗試影多啲唔同嘅嘢俾大家睇，咁起碼大家知道我哋做緊啲咩咯。拜！裝到未先開始啊！我哋今朝離開房嘅第2日朝早就解放。晨咁早，而家係當地只係6點半啫。嗱，個太陽都未上山，唔係太陽未日出，未上山，未出晒，就已經做緊嘢啦。哇！嗱之後咧就喺度鋪緊隻大師係會揀60個工人，咁所以呢班大師就會揀60啦。